開始。Hello 各位朋友好啊，我係香港嘅中醫，咁我姓李嘅，呢個係我嘅中醫嗰個李國和，咁我就香港行咗30年啦，而家介紹一隻糖尿病嘅中成藥，係香港唯一註冊嘅糖尿病中成藥，咁佢對一型二型都效果好好嘅。一般糖尿病嘅患者嘅副作用，譬如佢要鋸腳啊，傷口埋唔到啊，或者眼睛睇唔到，或者嗰個腎功能影響個糖尿病，呢個效果都好好嘅。咁我哋試過咗成幾百個病人啦，咁就效果 OK 嘅。一般食2-3個月就會到啲副作用就會消退，同埋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呢，佢可能會有機會痊癒嘅嚇。呢個係香港唯一註冊嘅中成藥嘅糖尿病，我老師研究嘅，佢有差唔多20幾30年嘅歷史㗎啦，係攞咗 XKC 香港嘅12192嘅香港註冊中成藥牌嘅嚇。大家有興趣可以喺Facebook 或者網頁查詢下，咁對個患者個效果非常好嘅嚇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